乜嘢咖啡可以值成幾千萬？主打高科技養生咖啡嘅 Fun Coffee 最近被揭發，根本係一場精心策劃嘅跨國龐大雞棚。呢間自稱總部位於越南富國島嘅公司，早喺舊年7月就已經靜靜雞咁滲透入香港，仲曾經邀請藝人阮兆祥擔任馬拉松活動主持。祥仔事後亦即刻出面澄清，只係知道工作係幫體育活動做主持，完全冇參與過任何促銷或者推廣。我哋翻查 Facebook 專頁，藝人黃一飛亦曾經拍攝宣傳片。起初騙徒完全唔提投資，利用做運動拍條片就有400蚊獎金嚟作招來。任務成功嘅話，組長仲有3000蚊獎金。宣傳時仲用星巴克同瑞幸咖啡做比較，吸引街坊拉人入會。等大家放低戒心之後，就推出所謂嘅 Fun Coffee GCM 專案，聲稱資金用嚟研發高科技咖啡設備，只要用加密貨幣課金，年回報率最高居然可以去到278%。成3個開咁誇張喎，為咗令人深信不疑，初期仲會俾苦主順利提取少少甜頭，一直去到上個月20號，手機程式突然跪低，客服人間蒸發，成班苦主呢刻先發現自己俾人劏。香港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聯同澳門司警日前採取跨國聯合行動，拘捕8名涉案骨幹成員。截至今年8月頭，本港已經有225人報案，涉款高達9400萬港幣，其中單一最大損失受害人係一名51歲女子，足足被劏咗963萬，受害者年齡跨度由32歲到83歲都有。目前證監會已經將該項目列入可疑投資產品警示名單，警方亦正全力追查資金流向。選委界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喺今日表示，佢嘅團隊已經接觸大約30名苦主，正聯同民間反詐騙大聯盟為苦主提供搜證支援。面對打住高科技旗號，承諾超高回報又保證冇得輸，或者非持牌機構嘅私人投資方案，各位真係要提高警惕，切忌因為熟人介紹或者初期有甜頭就盲目跟風啊！Techline 繼續同你 tech 盡香港至 hot 話題，睇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我哋需要你嘅支持，更需要你嘅消息。有料即爆 ，WhatsApp 報料熱線91060617。